AI 調優。由於實際環境嘅複雜性，即使使用 heatmap 部署，若信號同覆蓋不良嘅問題仍然存在。頻繁嘅無線干擾導致某啲區域隨機斷線，影響核心應用體驗。喺公司或倉庫中工作時，會遇到 WiFi 信號差或頻繁斷線嘅情況。快速變化嘅環境使長期優化變得困難。AI 調優係 AI 驅動嘅 WiFi 調優，基於樓層平面圖嘅可視化信號模擬圖，清晰洞察網絡性能。深度優化實施部分或全面優化，並優先考慮關鍵 AP， 確保關鍵區域同服務嘅最佳無線性能。自動識別使用場景，保證關鍵 AP 嘅性能。可以通過拖動 AP 圖形輕鬆修改 AP 優先級，